熒幕前嘅咁多位，請你想象一下，每朝一起身咧，望住窗外面咧就係香港明信片之一嘅南台海峽同埋維多利亞港入水口海景，都不特止喎，你仲可以感受住一個全線都係中產嘅社區之餘咧，仲擁有一個真正地鐵站上個零距離，同埋最緊要係一落樓下有48萬平方尺，超過150間商鋪，再加130萬尺嘅海濱公園，呢一種感覺會唔會令你覺得不得了呢？而呢種咁完美製作嘅感覺咧，今日將要呈現喺你嘅眼前，由香港4大發展商之一信和集團打造嘅將軍澳康城站上個零距離，亦都係最後一期嘅海堤灣正式推出啦！嗱，咁就話說咧，唔講你唔知喎，整個將軍澳日出康城嘅地鐵站上蓋咧有成25,500個單位㗎，第一期去到第12期咧都已經足有成23,140個啊！但係非常地驚嚇喎，除咗啲巨型大單位之外咧，大部分嘅單位咧已經全部沽清晒咁滯㗎啦。對於一個有成2萬幾伙嘅社區嚟講咧，呢個情況咧的而且確非常地誇張啊！咁點解咁多人會買我哋呢度？主要離不開3大原因。第一個因素咧，當然係最重要嘅交通啦。咁康城站咧就屬於呢條線嘅第一個站，4個站咧就去到港島區㗎啦，5個站直達翻到個東九龍 CBD 觀塘商貿區。除此之外，最近2年落成嘅跨灣大橋咧，令到咧如果有機會唔中意搭地鐵嘅你，乘搭翻我哋其他嘅交通工具，又或者揸車經由翻我哋嘅跨灣大橋，輕輕鬆鬆20零分鐘可以過海之餘咧，仲可以經由翻我哋中九龍幹線，都係20零分鐘，可以去翻我哋整個香港最西面嘅油麻地。交通網絡嚟講咧，絕對不得了啊！而第二咧，當然係我哋嘅日常飲食 shopping 啦。咁就老實地講句啊，喺2020年之前咧，日出康城對於日常飲食又或者 shopping 嚟講，叫佢個孤島咧，完全係冇一句噶。嗰陣時住喺度嘅朋友仔，除咗最基本嘅生活物資之外，最近都要搭1個站去到將軍澳站先至可以享受到佢嘅生活啦。但係自從2020年開始咧，佔地超過48萬尺、130間鋪頭嘅 The Lotus 落成咗之後咧，呢度即時由 shopping 嘅地獄咧，即時變成升級飲食冇煩惱嘅天堂添啊！擁有咧2樣必要性嘅因素之後，最後一樣啦，當然係我哋小朋友嘅教育資源啦。咁隸屬於95校網嘅將軍澳區入邊啦，頭100名嘅小學當然唔少得啦。而且我哋周邊仲有大量嘅國際學校添，法國國際學校啦、斯禮貝啦、耀中咁就當然唔少得啦。而且我哋仲鄰近翻我哋呢個全球排名第44位嘅香港科技大學添。無論你嘅小朋友幼稚園，又或者進入大學未來社會棟樑階段都好啦，呢度都絕對迎合到你嘅需求啊！我的天啊！而我哋呢個由信和、嘉里、嘉華、招商、港鐵聯合打造嘅日出康城第13期咧，亦都係最後一期嘅海堤灣。整個項目咧超過2500個單位啊！呢個單位嘅份量咧已經足以進入到呢個巨量級別嘅大社區啊！雖然咧單位就唔少，但係粒粒咧都是精華。前排所有嘅單位咧都可以飽覽住我哋港島東啦，同埋呢個南塘海峽，以至我哋維多利亞港嘅入水口海景都不特止，仲可以感受住我哋維港對岸去到呢個九龍區連面嘅 City 靚景啊！真係諗起都興奮啊！如果想要更加長遠嘅